到上手夠好啦，好嘢喎！二段攻擊，升起，再嚟二段，哇！連續兩下二段，而家係裏面勾手翻過去，哎呀，搖翻個角度啊！咁打得好好啊，非常之果然係兩隊喺小組賽首名出線嘅同學仔啊！好，左手發球。 前你兩下幫手，投中間三下開前個網，高波都係可惜咗少少啦。可能呢位咧要安前個網喎啲。好，換人先，好換人。好，左手爆個位開嗰個兩球啦，離開，能唔能夠連勝咧？好靚啊！後面波。 做得好好喎，好有默契喎。哎呀，好可惜啊！幾次都係過分嘅大或者係少嗰度啦。所有嘅嘢都係好爆咗一路講，連開咗第4球，後面都接得好穩定嘅。收埋係啦，今次收翻呢個讚成功係啊！ 吸收咗上兩球嘅教訓之後咧，10屆嘅同學咧就填積到啦，4-6，只係2分嘅啫。呢個平飛夾翻過嚟，好嘢勾手，就翻過去接起1球、2球，升起幫佢，二段攻擊，哦，正死啊！頭一腳地啊，不過做得非常之好啊！18成日都用呢個絕招2段攻擊嘅話，好犀利啊，好夠膽起手啊！ 升起咗少少唔理㗎啦，舉手上手拍過去，非常之好。好嘢！用得非常之順利，隻腳咧踩完線，咁啱過嗰條線咧，嗰隻腳位咧就有啊。 基本個概念做得好好啊！好，讚一讚你。開得好好，升起，兩個幫佢跑，要跑咗先啊！跑快少少，出到個波度先啊！好，開平呢個7-7啦嚇。 好換人先，10屆嗰邊就換人，換咗2個，1個調動，15號入，24號調出。好，開平嚟啦。啊！呢球咧，拋嘅時候拋個波咧，拋得太低啦，所以咧就有少少慘。 都會覺得調動嘅時候咧，就停咗個氣勢啊！一轉起，鬧起，會唔會上？又係呢個招喎嚇，2段攻擊啊！又呢個錯球喎嚇，10屆呢招2段攻擊使咗3-4次喎。開平點樣去拆招咧嚇？ 見招拆招嚟嘅，好嘅1、2，哎呀，3未死喎，打過去，好，哎呀，10
立住！呢個只係40加4號嘅球員嘅快球咧，威脅性十分之高啊！咁佢聚球咧，速度又夠啦，重量啊，對面都好難去接得靚啊！破壞咗佢第一傳之後咧，就好難去組織。咁睇下你點樣應對嘅快球啦！呢次咧佢哋好冷靜嘅，呢度嘅球咧係出界。
我哋全場嘅3位線咗一個位置啦，係對面都好難叫啊！咁啊，腳步要再快少少啦，因為上場快球嘅球速比較快啊，比較急迫，呢個處理時間就相對嚟講就亂㗎啦。咁啊，呢球下面啊，只得靚上一傳，二傳過網，呢邊就過翻嚟，打到邊線波。
school tour先，好冇？咁啊飲啖水，可以攞住水咧，跟住我一齊行。跟住咧，因為其他4隊咧已經行咗一圈㗎啦，咁我哋行快啲，然之後咧就翻嚟進行。